我本身伫台湾新学院担任教育的老师，总是因为我的太太有静心传道，伫基隆中山教会担任传道，所以有机会伫过去5年久的时间，甲基隆中山的正兄姐来参与伫教会艰难中成长的过程。今仔日，咱做伙通过以赛亚书40章第1节到11节的经文，以及基隆中山教会修建的经过，来做伙思想，人怎样做伙去做道路，来听候望上帝荣光的显现。这时，请做伙来祈祷。主名里面的上帝，感谢你带领阮来到你的圣殿，伫你的面前听你的话。求主通过以赛亚先知，伊伫绝望的中间所传讲希望的话，来改变阮，互阮看见未来你要做的代志，也开阮的目睭，互阮会通真实明白你的话。安尼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阿门。今仔日的经文中，先知邀请受掠伫巴比伦的犹大百姓做伙望上帝荣光的显现。总是伫上帝荣光来临之前，这百姓需要为上帝去做一条伫旷野中的道路。为什么要去做一条大路？对一群已经伫侪年的流亡中间渐渐失志、失去自我的尊严的百姓来讲，敢有需要遮尔高工？若是有一群人面对罪，逐摆拢抵挡袂了，想要改变行为，却连相信有可能改变的勇气拢无，安尼有啥物通期待呢？经文中受掠犹大百姓，因陷落伫即款自尊心的失落的下面，甚至怀疑上帝早就放杀因。总是上帝无放杀因，上帝有缘通过先知呼召即群百姓，就开始去做道路。只有开始备办道路，才会通看见上帝荣光的显现。以赛亚书40章的背景是犹大百姓受掠伫巴比伦，因已经经过拄要50年，50年久的时间，因活伫罪恶感甲重担的下面，心中充满伤悲，头前的路雾无明。因伫巴比伦的河边，伫帝国的管辖下面来做苦工，为着过去所做的反背上帝、拜偶像、无公义的生活，来向上帝忏悔。总是因心内上大的疑问是，上帝的刑罚爱到当时才会结束，当时上帝才会搁活倒转来眷顾因。因咧问讲，阮敢真正有可能看见上帝新的作为？伫百姓因失落身份、失去使命感的中间，上帝差遣先知，互因看见新的未来。上帝使用世界的历史一个真重大的转变，来成就上帝的计划。伫之前530年的左右，巴比伦渐渐衰弱，波斯王古列要来取代巴比伦，成做世界上强的统治者。所以大先先知伊看见上帝一个新的作为要开始出现，先知接受上帝的呼召，来呼吁听众，成做安慰者。先知宣布讲：恁着安慰我的百姓，着对耶路撒冷讲好话。先知讲，巴比伦流亡的犹大百姓，经过50年久的做苦工的生活，因交战的日子已经真，甚至爱受掠的巴比伦的百姓，
知影，因为着家己过去所犯的罪，已经承受教业的刑罚。现在上帝的赦免甲安慰要临到，一个新的时代要来临。安慰临到的意思是啥物？的确，上帝因满有公义，百姓需要为着得罪上帝来承受刑罚。伫巴比伦的日子，因通过做苦工来忏悔，因深深认捌着只有上帝是值得尊重敬拜。因也承认家己过去因为拜偶像甲种种的罪过来得罪上帝。总是除了反悔罪，这百姓应该需要安慰，因需要知影上帝有缘对因保留稳定，无放弃因。上帝安慰临到这百姓，上帝爱因知伊有缘眷顾这群弱小、失去尊严、受列国看轻的人民。伫因的受苦中间，上帝有缘得的。上帝当初怎样笑念伊伫埃及受苦的人民，现今伊也同款笑念伊伫巴比伦受苦的百姓。上帝安慰要来互这百姓重新出发，互因会当向前行。所以伫即款的背景的下面，神伫呼吁听众真做陪伴上帝道路的人，因为上帝已经陪伴好势，伊要带领伊的百姓向头前来行。神伫安尼讲，伫旷野陪伴耶和华的路，伫沙漠的地修平咱的上帝的大路。这个山谷拢要天互伊甜，大细的山头拢要掘互伊加，弯弯的要解互伊直，坎坷的要修互伊平。伫波斯帝国兴起的时代，波斯王伊专心去做利便的公路系统，为着要去做大路，需要将山头掘加，将山谷填满。去做大路的工人伫地上出一层搁一层平平的石头，安尼马车会当伫顶面走个真紧。就安尼，若是有任何的人、任何的国家要来反背波斯王的时阵，波斯王会当派军队经过大路去遐来消灭遐的反对者。不过伫经文中间，神伫爱以色列百姓所去做的大路，毋是要互这个世间的君王使用，伊是要互真正的君王上帝，是世间的创造者来使用。上帝毋但要使用大路来带伊的百姓转去巴比伦，对巴比伦来转去犹大，佮要使用这大路来显明伊的荣光。侪年前，上帝引带百姓出埃及，入旷野，互因得到自由。伫新的时代，上帝呼吁百姓来做伙去做一条道路，会当经过阿拉伯的旷野，来探位应允的土地犹大。上帝要伫这条路的顶面来行新的出埃及的新约，互人看见上帝的大权能。上帝爱百姓去做大路的目的，就亲像经文所讲的，第50讲，耶和华的荣光的确显现，凡若有血气的，拢要看见。荣光是啥物？荣光是圣的上帝，伊愿意显露家己，互有罪的人所看见的迄面。荣光是上帝的听，上帝的拯救，上帝的信息，上帝的荣光要临到一群失去尊严的百姓。当人看见上帝荣光的时阵，无论是伊的百姓，还是世间所有的族群，拢会生出敬畏，拢会伫上帝面前来拍拜。若是有一群失去自我的价值
会百姓看见上帝的阳光，因会重新来认捌家己的身份，找到上帝所赐的使命。在咱台湾的处境中，去做上帝阳光显现的道路，到底代表什么？我相信，在台湾，咱需要努力拄起人心中条件上帝的塔盖。在教会，咱会当备办一个清气的敬拜上帝的环境，互人因为安尼来拍开心门，来迎接上帝，冤屈的要解互伊得。人心灵的歪巧对得上帝，需要咱付代价来拄起。其实咱需要对本身来做起，咱本身也时常用种种的方法来逃避面对上帝。世间最会成为媒体，引诱人去满足种种的欲望，所以只有当心读圣经，当心反悔罪。将心内的拉山拄起，用上帝话、甲彼此的声听来代替。安尼，当上帝临到的时阵，人才会当真实甲上帝相拄，真实伫伊的阳光内面来敬拜伊。伫社区的生活，咱怎样来去做上帝阳光显现的道路？相信。教会虽然伫社会中是少数，不过咱是要呼召真清楚，是用咱的性命去见证上帝，互人看见上帝的同在。当咱用上帝的疼去关怀受忽略的群体，勇敢活出上帝国的价值观，安尼咱的同胞就有机会来看见上帝的阳光。当咱用心服侍人的时阵，上帝的阳光，上帝的疼，上帝的圣洁，会当改变咱本身，也改变咱所服侍的人。伫家人中山教会过去5档的服侍的中间，精心团队甲我本身时常有机会接触到社区的儿童甲青少年。教会就伫国校的边仔，青少年要来到教会，其实是因为因的生活真无聊。教会的位置是伫家人市较偏远的所在，所以教会会当提供一个所在，互这小朋友来互相交陪。毋过，这青少年常常将因伫家庭甲学校所学到无好的习惯带来教会。譬如讲，因若无欢喜的时阵，一出喙就是垃圾话。查某拢同款，所以常常真好的一个气氛，因为互相的搭喙鼓、相骂，变甲真恶杂。因为团队要改变这款的情形，就要求这青少年伫教会内面袂用讲垃圾话，若是继续讲，就要罚钱。虽然这罚钱毋正物，差不多10块、20块安尼尔。毋过经过一段时间，这囡仔渐渐知影。伫语言的顶面，就爱尊重别人。教会成做一个有和平的气氛的环境。捌有一个7岁左右的查甫囡仔，只要代志无顺伊的意，伊就会生气，真大细声，甚至伊的拳头母安尼地条条。我本来看见伊的行为，我嘛真生气。我用一个真严肃的态度来骂伊。总是用团队甲我讲，这个囡仔哦，已经伫厝内受到父母真侪辱骂啊。你只有用温柔、用疼心来对待伊，伊才会受到重视，用欢喜的态度来有正面的行为。所以我嘛学习，伫伊生气的时阵来包容伊、接纳伊，帮伊来处理伊的情绪。经过遮尔多年。这个囡仔已经升国中，伊个性也成长真多。伊发觉教会有咧听伊、接纳伊，伊有继续来。若是要去做上帝阳光显现的道路，就要付出真侪代价，甲陪伴，用疼来活出无共款的见证。
互社区的囡仔知影，这是因会当得到关怀的所在。安尼，因才有可能经验到上帝的同在。各位兄弟，无论伫教会敬拜，还是伫社区的服侍，咱是毋是愿意想平的道路，将人认捌福音的ทัก碍来堵去，互耶和华的荣光显现，去做上帝荣光显现道路的工程，也包括反省人家己的卑微软弱，也伫这中间重新来认捌上帝的信息。甚至伊讲出心中的无奈，见啊有血气的，拢亲像草；伊的阳光拢亲像山里的花。翻译做“阳光”的这个字，伫原文有忠心、忠诚、守约的意思。甚至伊看到人若是甲上帝的忠诚、甲守约来相比，其实人根本无法度来持守甲上帝的约束。人的信息就亲像花，亲像草，真紧就烂去。当上帝分开伫培育的人的身上的时阵，人的性命就消无，因为犯罪的人实在是袂堪得上帝的圣洁，伫历史的经过中，拢变做土粉。毋过，甚至伊伫上帝话内面找到盼望，上帝用伊的话甲圣神更替咱的困难。上帝的话甲圣神活成人的性命。草会焦，花会谢，独独咱的上帝的话的确永远伫地。一个教会若期待复兴，只有靠上帝的话。一群失志软者的人，上帝有缘会使用。只要我靠信息坚固有效果的上帝的话，只要一群人愿意我靠上帝圣神的工作，也就是因为上帝话甲圣神是通我靠的，甚至号叫百姓来做报好消息的人。中文的和合文将第9节翻译做报好消息，互锡安的啊。毋过原文嘛有另外一个意思，就是锡安本身就是报好消息的。所以经文讲锡安报好消息的，对着上关山。锡安上帝所听的百姓，就是好消息的传播者，要大声对犹大旁远的城市来见证上帝的降临。兄弟，咱是迄个将上帝的拯救传播出去的锡安吗？若是经历着上帝的拯救，看到上帝荣光的显现，一个教会是毋是有勇气、勇敢出声，来向四周围的社区、向失去盼望的人来宣讲上帝的来临？亲像徛伫关台的守望者，咱受差遣来报好消息予听候的百姓，上帝要来的好消息。当初锡安怎样对弱小、受看轻的百姓、受看轻的百姓来报好消息？咱今仔日也需要安尼来咱的同胞来传讲盼望。基隆中山教会修建的过程，就亲像活伫劣质、衰微的中间，无啥物通期待的一群人，伫意外的中间，受呼召来起造，互上帝荣光显现的道路。其实，伫起造硬体的过程中间，阮生命的内在也重新受起造，重新来认捌家己的身份，重新来找到使命。基隆中山教会是一个敢若差不多25个兄弟固定咧聚会的弱小的教会。是这张相片，咱会当看见礼拜堂修建进程的情形。这个是阮的礼拜堂，所有的活动拢伫遮，礼拜、爱餐、开会，一个真微细的所在。教会的位置
是伫吉兰港西边的即个山东的地区，也就是即个红色的圆壳的所在。至迄个边啊，就是山东国小。教会头前是海花，是属伫吉兰港的货柜码头。咱伫即个顶面的迄张相片，咱会当看见吼，原来教会是一层楼建筑物，边仔就是山东国小，所以教会吼较早的时阵，因为伫国校的边仔，所以真侪人要来山东国小的时阵，就弄门吼，拍迄个教会的玻璃门，问我的太太，问团长讲，恁敢毋是即个警卫室？吼，所以教会呢，时常互人认为是即个警卫室，吼，毋过嘛，因为安尼有即个开放的空间，互人特别是互遮个细囝来进入教会，认捌上帝。其实山东地区本来是一个真热闹、真车花的所在。教会伫1954年设立，毋过对1967年开始，因为家人港务局的宿舍刷走，原来伫遮个工作的遮个人口也刷走，居民真侪就迁徙到家人市新发展的所在，所以社区变甲真稀微，敢若剩老人甲囡仔，甚至教会兄弟大部分也拢刷走。毋过一寡兄弟因真有使命感，逐主日犹原对别位倒来遮聚会，因坚持无爱放弃即个福音的出口。阮有一个老长老，逐摆拢甲阮讲，教会敢若有开的，教会无咧关的。所以5年前，我的太太杨静心传道，伊受派到教会服侍，一开始其实真想要甲教会甲关起来。为什么？因为教会会友敢若剩一户留伫社区，根本无法度来举行周间的聚会。遮尔弱小的教会，要支持一个传道者真辛苦。郑兴时常甲我讲，教会存在，若是为着要饲传道者，安尼若定，收起来较归去。总是上帝的作为改变郑兴的心。伊开始将教会门拍开的时阵，拜一到拜五，时常遮个社区的小朋友，因就看见教会门开啊，就弄门，讲会当入来内底耍无？所以遮小朋友真做诚心的陪伴。上帝也通过遮细囝，互诚心看见教会伫遮有使命，有单亲家庭的囡仔需要有人陪伴。遮个孤单的小朋友需要有人听甲安慰。伫2017年的年尾，教会发生一寡代志，互中职决定爱整修教会。主要的原因是教会建筑物因为当年的漏水生白遐，甲教会内部黢甲密密麻麻，会友逐摆的聚会就爱忍受空间的无舒适。所以无法度专心敬拜。这个过程中准备修建，拄着真侪困难，包括遮个经费的有限、教会土地的限制等等。毋过中职有决心，决定要开始来整修。中间有机会来甲双连教会专门咧关怀弱小教会的同化小组讨论，因就介绍一个建筑公司的头家郭建文兄弟。郭兄弟已经有负担，伊愿意承担起责。教会原底的预算是400万，包括过去的建堂基金、本会兄弟的奉献，也甲中会用低利息来贷款200万，伫去年的1月开始修建。原底你看，咱看到这修建的时阵，甲伊拆掉吼，所以原底敢若是红砖仔壁，毋过这个红砖仔壁本来想要保留，了后郭兄弟甲阮讲，原底这个结构无够用，所以上好是用蓝仔孔、用钢筋来重新做，建筑物才会挡较久。
也建议讲，上好原地1楼的即个建筑会当改做2楼，安尼教会会当有增加教室甲厨房的空间，安尼较有发展。啊，伫旧年的年底，用1年的时间来完成。啊，伫整修的过程中间，实在是满心感谢上帝的恩典。虽望修建最后的总金额是800万，比原本计划差不多约加1倍。毋过通过各兄弟、相连教会以及其他教会，啊，佮本会兄弟热心的奉献，已经弥补袂少的欠亏。所以教会即马真欢喜有一个新的外表，啊，甲以前的即个警卫室有一个较大的差别，吼，啊，也看到讲变做山东地区一个较有特色的建筑物，吼，真侪人来到山东讲，哎，遮哪有一栋外口有大理石的即个建筑物，吼。毋过主要希望是讲会当真做社区的灯塔，传扬耶稣基督十字架的疼。新的礼拜堂经过用心的设计，真做甲外面有隔离清气的敬拜空间。会友敬拜的时阵，袂阁受到外面货柜车遐个声音的搅扰。2楼即个厨房继续开阔的，会当互青少年有交易的空间。2楼还佫有多功能的教室，会当开放做主日学的教室，还佫有社区的英文班、会议室等等。其实今年的3月开始就有办社区的英语班、钢琴班，来接触到袂少的社区的遮囡仔甲家长。其实伫今年的差不多暑假的时阵，嘛有2队的即个福音队，无共款教会来伫教会做真好的服侍。其实咱中间嘛有咱亲爱的兄弟姊妹，有参加到一个即个师大的中青团契的福音队，真做基隆中山教会真大激励。上帝通过即个新修建完成的建筑物，互阮看见，上帝有缘要伫山东社区做新的代志。相信上帝通过新的礼拜堂，互会友专心来敬拜，受信仰教育，互因会当拄起心中的塔盖，记录上帝的荣光。我真感动的是，上帝通过这个艺体的整修，伊真正爱做的是，要来重新整修馆的内底，要来起造一个新的群体。有一寡会友，因根本毋知影生命的目的，毋知影服侍的意义。毋过现在找到服侍的热情，因较无活出基督徒的使命，也相信上帝要使用这个新的空间，服务社区的老人甲囡仔，互福音会当传出去。或者来到教会的细囝，因无阁认为家己弱小、无尊严，是活伫一个受忽略的社区的囡仔。因为因知影上帝有顾惜因，也相信上帝要通过这个所在，互因传道，互教会兄弟来陪伴囡仔找到生命的希望。今日咱手中所摕到的奉献袋仔，其实就是遮个社区的囡仔因一张一张搭的，虽然无一定搭甲真正，毋过表达因的心意，也请大家来体谅。所以请各位兄弟伫基督中间，甲教会同工，互基隆中山有勇气来回应上帝所赐的意向，来服侍社区。请大家伫基督中间来纪念教会伫经费顶面的欠缺。原底甲7星中会所借的即个家里的贷款200万，加上76万左右的设备费，拢总是276万的欠缺。毋过今年因为本会兄弟甲其他教会兄弟的热心，已经拢总有68万的奉献，所以目前还佫有差不多有198万需要还。若是兄弟有感动奉献，无论金额偌济，阮拢满心感谢。搁一摆感谢高天教会伫上帝国内面纪念弱小的肢体，当共同参与伫
去做上帝的圣殿的工程。特别兄弟，咱真紧要迎指2020年，面对时代的转变，相信上帝要互咱有新的看见，有新的愿望。求主互咱的心火热，伫硬体顶面，伫心灵的内面，相信上帝呼召咱去做道路，来听候上帝荣光的显现。相信无论是伫古亭社区，还是山东社区，上帝拢要临到。咱就起来传播安慰的好消息，去做上帝的道路，见证上帝的信息。愿主